爱接纳伊的，就是信伊的人。因毋是对血统，毋是对肉欲。倒真侪人踮伫咱中间，阮有看见伊的荣耀。伊对伊满满的恩典，律法通过摩西颁布，无咱捌看见上帝。咱同心来祈祷。阮伫天云的爸，阮照你的吩咐，同心伫遮聚集。阮恭敬来到你的面前，伫你所设立的教会，伫你喜意的时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做伙来敬拜你，求你清气阮，感纳阮，照你所应允的赏赐圣神，伫阮的中间帮助阮。求你，互阮会当有心有耳，会当来听今日的信息，得到你对天顶要互阮的真的智慧甲活命。求你互阮，因为阮甲基督结连，逐工拢诚做新创造的人。祝福阮甲兄弟姊妹三结连，互阮做伙活出天国的子民的款式。主啊，阮为着今日会当自由来遮敬拜你，对你献上感谢。主，阮阁甘心替台湾祈祷，替阮的总统、阮的政府官员，阁一切服侍你的人，无论捌你毋捌你的，阮拢替因祈祷。愿阮台湾所有的人拢伫你的手中，互你对台湾的旨意得成。求你失落平安，保守即块土地，毋通甲阮的罪归互阮，因带阮众人拢会当悔改，拢会当归向你。主，阮也求你保守桃园教会，继续祝福阮行伫正路。教会逐项事工，拢求你继续引带。主，阮也甲阮每一个人伫遮拢交伫你的手中。阮嘛纪念今日无来的兄弟姊妹，无论是心内丧向，也是孤单，也是身体欠安、工作无用的，拢求你看顾，甲阮也甲伊同在，加添力量甲稳定，互阮每一个人。阮伫遮求你祝福恩文如牧师，求你互伊体力甲智慧，互伊好胆甲好喙齿，照你的真理传讲，养饲你的军用，互阮逐个人拢会当饱足，拢会当健康，会当得到你的祝福。主，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。今日的圣经伫诗篇第36篇第5到第12节，嘛是伫现代台语译本的第1054页。诗篇第36篇第5到第12节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悬到诸天，你的信实到穹苍。你的公义亲像极悬的山，你的判断亲像深渊。上主啊，人甲精生你拢眷顾。上帝啊，你的慈爱哪遐宝贝？世间人拢来觅伫你实果的保护下，因要伫你的厝享受丰富的宴席。你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，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。对你的光，愿看见光。愿你继续施落慈爱，互捌你的人；施落公义，互心内正直的人。毋通用阮骄傲的人的骹吞踏我，毋通用阮凶恶的人的手赶着我。你看，最歹的人已经倒落去，因受车倒，袂当搁起来。
赞美，请写成团课，因要学落的诗歌是《世界之光》。正道，今日伫咱中间的是山骹教会黄文如牧师。正道的题目是伫主的光中看见光，请黄牧师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感谢上帝，互三家教会今仔日有机会来到桃园教会来分享阮教会的故事。嘛，我的翁婿林世杰伫几当前吼嘛捌伫桃园教会咧实习。迄当阵啊，
我虽往无来过桃园教会，总是嘛有受到真侪兄弟姊妹的疼。因为我知影有人咧为阮祈祷吼，所以迄当阵啊，四姐伫遮咧实习的时阵，我拄好怀孕。然后真奇妙，迄一定是有人咧为阮祈祷哦，因为我验孕吼，验到有小朋友的那一天是一个礼拜日。迄个礼拜日有一个姊妹摕一条棒，伊家己做的棒，互四姐，甲伊讲，我感觉恁某好像怀孕了，所以我做一条棒要来送伊。伊早就甲迄条棒备办好，就是伫我验孕迄天验着迄天，竟然我就收到迄条棒，是对桃园早转去台北的，所以。伫这中间，我就知影，真奇妙，我人无来，毋过伊有来，然后有人咧为阮祈祷，信心的感动做奇妙的工作。就伫迄个中间，我感受到真大的疼，嘛有桃园教会的姊妹写批、写卡片甲我鼓励，因为第一届怀孕真紧张，心中就是真有压力，真有重担。总是伫即个彼此带导的中间，互我受到真大的安慰。所以我真正知影，甲桃园教会有一个真特别的关系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伫主耶稣的内面，阮拢是一家人。阮拢诚做肢体，互阮伫你的内面，会当得到你的话语，求圣神来启示阮，互讲的甲听的拢同受利益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咱逐工灵修了后，可能就会开始关心社会的代志，会看新闻。我过去捌做过记者，做记者报社就会要求2项代志。第一项就是你的新闻爱写落比别人搁较紧；第二项代志就是你所写的新闻爱互真侪人意爱来读。所以在传到遮了后，我嘛真注意家己工作的效率甲成果。有一摆，我的朋友知影我即马是要做传教者，伊就传信息。甲我分享伊伫因教会的小组内面所发生的问题，就安尼甲伊来去15分钟了后，我想的感觉这毋是事，我无时间安尼甲伊来去传讯息，所以我就拍开迄当阵拄开始用的 ChatGPT， 想讲要来试看觅吼，我怎甲我朋友的问题。加落来，然后搭入去这 AI 内面，这 AI 真厉害，无甲2秒钟就互我一个真水的答案。啥物是真水的答案？就是伊真有动真心，佮引用圣经的话，神学观点真适合，佮真有系统，真客观。我看了真满意，然后怎甲 AI 的答案加落来，然后佮答互我的朋友。安尼做无几届了后，无到5分钟的时间，我的朋友甲我讲。真多谢你的陪伴，感觉我的问题得到解决。当伊讲即句话时，我心内就敢有一个yes 的声音，因为我会当赶紧去做后一项代志。迄天完成的代志真济，毋过我感觉心内真多。平常时一天做3项代志，毋过迄天可能会当做20项。哇！我感觉这 AI 真好使用，帮助我的工课有真好的效率，然后这 AI 佫做了比我佫较好。毋过真奇怪，这心情就是毋知安怎着，豆豆无法度欢喜，豆豆感觉愈来愈烦，所以我着坐落来思考。我发现，因为这 AI 的帮助，一切的成就感拢真紧就会当得到，却因为一切拢来了伤紧啊，所以我失去真实甲人的生命有交陪的机会。我甲我的朋友的沟通嘛，毋是带着疼，
伊讲多谢我的陪伴，其实我根本无甲伊陪伴，我甲我的朋友当作是一件代志咧处理，当作是一个麻烦。我认为伊是影响我工作效率的麻烦。久长以来，咱台湾整个的社会对伫工作的环境，咱用 KPI 来计算员工的绩效，这对伫一间公司的管理有真大的帮助。会当互公司知影，伊的钱是毋是投入伫对的所在，或者是讲，伊对这个人才的栽培是毋是有适当、有适合的。总是，这个 KPI 会互人过头看到成果甲效率，然后就会带来一寡负面的影响。过去我常常坐伫咧警察局甲警察泡茶盘烂，坐久，逐个拢是朋友。我嘛听过警察吼，迄当阵啊，就是过10天，就要过元旦新年。叫迄天泡茶时，有一个警察伊摕一张纸入来，然后伊问伊的长官讲：长的，这有一组诈欺犯吼，会当掠。毋过吼，即摆已经年底啊，搁过10天吼，就要过年啊。咱今年诈欺犯的即个绩效已经摕着，咱敢会当等10天了后，过年咱会来掠，然后咱明年的即个绩效嘛看起来啊。过头看重效率，会互人失去真实的品格甲方向，甚至会失去咱对伫工作的迄款热情。伫会当带来效果的策略的中间，咱其实会定定想要挖靠家己，来掌握所有的代志。过头注重成果，嘛会带来比较甲骄傲。即款社会内面的凶恶，其实嘛是会影响着教会，互咱伫服侍顶面产生真侪无必要的紧张。亲像咱会想讲，爱用啥物款传福音的工具，较会当互人真侪人来真紧来领洗咧。搁要用带一款门道训练的系统，才会当互信徒的性命马上有180度的转变，搁会当一世人遵趁上帝的路，无偏左无偏右。这个代志会互牧者甲教会伫袂记日爱倚靠上帝，失去迄款起初的疼。过去我捌陪伴一寡青少年，然后迄当阵啊，教会真流行讲咱爱来传福音，所以我嘛甲阮所陪伴的青少年讲，咱就是爱招你的朋友来教会，这个方法真简单，就是投其所好。伊若介意啉饮料，你就请伊啉饮料，然后你有机会招伊来教会。本来这是甲朋友啉饮料，应该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。毋过到落尾，我的青少年是安尼甲我反映的：即礼拜我请阮朋友啉一杯星巴克，你感觉伊即礼拜敢会来聚会？啊，阁有青少年甲我讲：姐姐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伊甲伊唱 KTV， 我有甲伊建立关系，所以我就请伊唱 KTV。你感觉一个月了后，伊敢会来领洗咧？所有的囡仔拢开始咧注重讲，我即马开钱，然后开时间咧甲人会交陪，伊敢会来教会？大概是借着这个饮料，借着这个 KTV， 想要招人来教会，却袂记日，其实邀请人来教会传福音，其实上重要的是爱靠祈祷。所以伫咧面对一个新，也是讲真有果效的策略，或者是工具，咱就需要不断来观察、来反省咱家己甲遮个罪恶的距离，以及咱甲上帝的关系。今仔日咱所读诗篇36篇，咱今仔日敢读第5节到第12节，第1节到第4节的所在咱无读，毋过我小可甲大家摘要者。36篇的作者，伊观察到社会内面的凶恶，遐个人毋惊上帝，心中无上帝，因对家己的罪来夸口，嘛无好的品格甲行为，
因所有的聪明甲智慧，拢用伫个遐个计谋内面，想要做歹代志遐个内面。代笔伊观察到遮个代志，虽望遮个歹无直接伤害到伊，总是当伊看到遮个代志的时阵，伊心中是去想到上帝的性质。这毋是讲伊无愿意来面对即个现实，也是无愿意来面对社会。伊是选择用人性的方式来对抗伊所面对的即个邪恶的社会。所以伫第50到第12节的所在，咱会当用400度来讲伊所写的即首诗。第100度，伊用宇宙来形容上帝的慈爱甲信实，来表明上帝的本质是超过人所会当掌握的。伊讲上帝的慈爱甲信实会当成做信徒的力量。刷落来，伊阁嘛是用一个真广阔的眼界来看见上帝的公义甲判断，亲像关山，阁亲像深渊。这是咧对比伫制度顶面人的不义，毋过上帝却是对伫所有受造物的偷放甲维护。然后诗人阁用个人的角度，甲微观的角度来讲上帝的慈爱，是好亲像人秘伫上帝的实果的庇荫下面得到保护。即款的保护，阁亲像是伫上帝的厝内面遐尔安全，是富足的，阁有永远的快乐。代表即个救恩会当互人谦卑落来，心中阁有确实。然后代笔伊承认上帝是生命的源头，而且伊宣告，当人活伫上帝所启示的光的内面的时阵，才会当真正来看见光。即个光伫原文的意思，毋若是指出一个自然的光，亲像日头，也是星迄款的光。伊搁较是进一步咧表明上帝的临在、上帝的启示、上帝的处事，搁有上帝的真理。也就是当人伫上帝光的内面的时阵，咱才会当真正来明白生命，来理解世界，来分别啥物是善。啥物是歹？最后，代笔伊发现伊家己就徛伫一个界线顶面。即个界线，当伊向即个时，伊看到的是即个社会的歹，社会的凶恶。毋过，当伊往即面来看的时，伊所看到的就是上帝的慈爱，甲上帝的信实。咱知影吼，咱若是看新闻看久，咱就安那会缀咧骂着无？你骂久，咱就感觉啊，这也无啥物。咱豆豆仔就会甲这社会哪来哪外滚。总是代笔，伊看到遮个歹时，伊毋是用指头仔甲伊骂，只用指头仔喙大仔骂，毋是。伊是活过来，然后看见上帝的性质。所以，伊就真迫切咧祈祷，祈祷伊所学落的即个慈爱会当临到伊，无互遐个歹来赢过伊，来吞噬伊。伊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到伫上帝慈爱庇荫的中间，伊无受到威胁，无受到伤害，而且迄个歹已经互上帝来杀倒，无法度搁起来。咱拢知影拳击比赛。伊讲上帝甲即个歹杀倒，就好亲像拳击比赛。咱知影，你若是甲你的对敌拍倒了后，你的对敌倒伫涂骹，然后过10秒了后，有一个钟声叮，安尼你就知影你赢，因为你的对敌无法度搁爬起来。代笔所讲的就好亲像即个款式，就是上帝甲即个歹杀倒了后，即个歹无法度搁爬起来，无法度搁继续来影响伊。这首诗真特别，伊特别所在，毋是伫苦难中间来讲，哦，我已经得胜啊，乃是伫一个罪恶的环境中间，
伊讲伊选择要转向上帝，伫上帝的慈爱的同在内面，成做一个抵抗不羁的力量。因为山骹教会咧建堂，所以有一寡机会会当甲一寡公司的董事长来分享。互我一个印象真深刻的是，台湾康宁代理的董事长吼，伊是一个基督徒，伊分享13当前，伊就即马算起来应该14当14当前，伊就伫伊的公司内面想要传福音。却是这个公司的运作甲管理有真大的冲突。当伊要求员工的绩效的时阵，员工就会甲伊吐槽讲，早倒会也是聚会时吼，恁拢讲彼此相听，讲甲安尼喙甲全破，然后搁来要求阮的绩效。所以伊逐摆若要讲伊的员工的时阵，伊拢爱提醒家己讲爱忍耐，爱有基督的款式。总是安尼吞忍、安尼忍耐，毋是办法。咱知影，若是屈一久吼，会判病，对无？袂当传福音互别人，结果家己失去福音。所以，这个董事长伊就决定，伊要对一个根本的价值观来改变，就是伊要用圣经的价值观来经营伊的公司。伊竟然甲上班的时间掠做是团契的时间，是大家为上帝来做工。同事成做真实的肢体，咱敢会当想象，咱伫教会内面的团契，咱敢会甲人问讲，请问吼，你今仔日敢有读圣经？你即礼拜祈祷偌久？你最近敢有甲啥物人有交陪？有要引带伊来信主无？咱大团契内面敢会安尼甲人问？敢会？但哪会拢无反应啊？恁敢会安尼甲人问讲，你有读经无？你有祈祷无？敢会？袂嘛吼，因为团契嘛，对无？是彼此，就是彼此相听，相听吼，彼此勉励，咱袂共要求，对无？结果这个董事长伊竟然甲公司当作咧经营团契，咧安尼做。当伊安尼做的时，伊就要放弃要求伊员工的绩效。这对伫一个公司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冒险。总是这位董事长当讲，伊分享讲，当伊开始安尼做的时，伊发现伊家己无搁再是这间公司的主，上帝才是这间公司的主。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伊渐渐学习倚靠上帝的慈爱甲信心。我去拜访伊迄天，对入去伊的公司，行到伊的办公室，因1楼是仓储管理，然后咧出货的所在。因所听的音乐吼是敬拜的诗歌，放到足大声，动次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然后所有员工拢真有热情，拍招呼嘛真大声。然后到伫4楼的时，伊的办公室是爱先经过因员工的办公室，因员工真济，大家做工拢真认真，总是无迄款真压迫的感觉。我所感受到的气氛，就好亲像今仔日经文所讲的，伫上帝的十个的庇荫下面，伫上帝的厝所享受到迄款丰富的宴席，阁有啉到快乐的河水。行到这个董事长的办公室内面，伊无夸口伊公司的收入有偌济，运作拢偌好。伊嘛无甲阮讲我最近甲啥人签约，然后有一个真好的发展。伫伊的办公室内面，伊敢若分享一件代志，就是14当以来，伊的员工是安怎一个性命改变，甚至是伊的员工的厝内面的人，一个性命改变，信主的见证。现在伊的公司阁就是有扩厂，然后伫伊的公司的内面阁有一间礼拜堂。伊讲伊心中有一个企业教会的意向，过去无人做过，所以无啥物会当参考的对象。伊就是简单倚靠上帝，伊期待家己活伫上帝的光的内面。伊嘛期待伊的员工甲伊员工的家庭，拢会当活伫上帝的光的内面。
好，即张 PPT 无重要，主要是要甲大家讲，我真正写足侪新闻吼。当我做记者的时，面对各行各业的人，看到社会内面逐样的歹，然后我发现我家己敢若咧讲，就是真心咧甲大家讲遮个歹的代志。我咧做记者的时，有两句话真流行啊。第一句话叫做“小时候不读书，长大当记者”。第二句话就是“记者是社会的乱源”。我就想讲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嘛是有带着一个使命甲呼召来做记者的呢，我哪会是社会的乱源啊？所以我就大概我朋友若讲吼，就是恁遮的人甲遮的社会拉臭的，我就甲伊讲，毋是，我是甲你趋吉避凶的。我若是写一条新闻讲，有一个人会去互骗1000万，你敢有感觉？无嘛。总是我若是頭前寫講，有一個人，伊足內向的，毋敢交朋友。結果有一天佇網絡頂面，伊熟悉一個真水的查某囡仔，相片看起來真水的查某囡仔。然後伊就甲伊逐工咧網絡上聊天，講，有一天，這個真水的查某囡仔竟然失聯，伊就真着急，然後就想要聯絡着伊。結果過幾工仔了後，即個真水的查某囡仔就甲伊講：阮爸爸破病啊，需要50萬，你敢會當匯互我？然後伊怎去匯錢？毋過伊逐擺要約即個真水的查某囡仔要出來約會時，即個查某囡仔攏甲伊講伊有代志，所以將來毋要見過面。然後伊的錢就一點一點互人騙去啊。當伊發現講哇，這是一個大騙局的時陣，已經袂赴啊，伊的感情甲伊的錢攏已經無去啊。咱看到這個代志，咱就知影講若是有人甲你講我就是甲你講，我想要甲你交往，甜言蜜語等等，毋過伊將來要甲你見面，然後就消失，然後甲你講我有需要一個錢，你就知影這是詐騙啊。我心內是想講，我安尼寫，大家介意看，大家就知影要安怎趨吉避凶，錢袂互人摕去嘛。所以我是安尼期待我家己的工作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坐伫警察局，相款摕我的電腦去警察局辦公，坐伫因的泡茶間。我迄天無啥物人想要來甲我插台，然後因泡的茶佫真歹啉，就是趕人摕茶。我就問講，咱的交情是安怎泡即款茶？伊講你莫來遮濟啦。我講是安怎？講你逐工在遮寫毒品吼，寫到阮遮攏掠無啊，逐個攏走去隔壁分局的社區內面咧交易啊，你害阮無志效。所以你敢會當去隔壁分局坐，莫來阮遮坐？迄當陣我才知影講，原來毋是我寫新聞改變社會呢，是我寫新聞了後，大家感覺遮會互人看去，竟然走去一個較黑暗的所在去做歹的代志。遮人無改變，寫新聞袂改變社會。所以我就想講，安尼我的性命要投入佇啥物款的所在，較會當改變社會。我本來叫是我會當幫助人，結果我無法度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寫一條點閱率真歹的新聞，聯合報的新聞標題較好，伊講牧師娘的眼淚。一個牧師娘，伊一直咧關心中輟的囡仔，也是家庭無和諧的囡仔。家庭失能的囡仔，然後遮個囡仔伊就甲伊接來伊的機構，也是政府會甲遮個囡仔送去伊的機構來做安置。這牧師娘伊毋若關心伊機構內面的囡仔，連伊機構內面囡仔的家庭的兄弟姊妹伊攏會關心。毋過毋是所有的人攏有迄款歹的行為，所以有安置的，無安置的。踮厝的看起來是攏是正常乖乖的囡仔，毋過牧師娘嘛是會甲因關心啊。有一擺，牧師娘就關心着一個囡仔的哥哥，迄個哥哥就分享講，我
我以后要去做厨师，所以我要来考丙级的证照等等的，讲甲哇真有梦想，感觉伊的未来充满愿望。想袂到过无几工了后，这囡仔的哥哥竟然自杀伫学校的内面，互这个牧师娘心内真公影，所以伊就带一群青少年兼囡仔，咧街仔头顶面挂喙罨、举牌、无声抗议，希望讲社会内面大家会当来关心儿童甲青少年，毋是干那关心遐做歹的青少年，是每一位看起来可能真正常囡仔，拢需要逐人的关心。迄条新闻哦，点阅率真歹，干那不到500的点阅率。我若是写一条图片吼，我就是放去伫网络顶面了后，然后我就休困，会当好好啊困，困到隔工早起，迄条新闻至少有10万的点阅率，然后公司就会发奖金互我。总是这条点阅率不到500的新闻，却是改变我性命的新闻。迄个牧师娘咧分享伊的目屎，互我较回想着我自细汉到大汉上熟的即个教会，就是一个全世界上有可能帮助社会改变的所在。因为教会会当陪伴人的性命，对出身、对工作、对读册、成长、谈恋爱、工作、进入婚姻、生囝、生病、终老。我就想讲，教会应该是一个上会当帮助社会的所在。教会嘛是一个上会当互人期待的所在，对无？就是因为有即个看去，所以我心内就有一个声音，我应该爱去教会工作。所以我就甲我的翁婿世杰做伙读神学院，然后抽到远里的山脚教会。即间教会的地点哦真特别，北边白沙屯，南边是大甲妈祖间。即两位对阮教会过去差不多拢是20-30分钟就会到的所在，所以即个信仰的设立是真大，传福音无容易。几十冬以来，阮的教会拢一直咧关心儿童甲青少年，咧举办周末儿童营，咧关怀青少年。毋过除了信仰的设立，互传福音真困难以外，阮遐阁是社会结构内面人口外流区。即两项加起来，互教会就长期无看到啥物福音的启示。但是教会的信徒甲同工，从来毋捌因为无看见福音的果效，就停止来关心儿童甲青少年。因真认真咧投入，虽然无看到任何的成果，因总是有一个期待，讲阮就是业种的，有一天，这个囡仔若是到伫桃园教会，伊就有可能会当信主，对无？2021年，阮教会迄间红色厝顶的迄间松枝纪念馆教牧馆，一位主要的奉献的人，即间是2022年落成的吼。啊，一位主要的奉献的人，伊讲即栋纪念馆是要做回馈乡里的传福音用途。迄当阵我毋知伊的意思是啥物，啥物叫做回馈乡里的传福音用途。后来我较知影，教会的厝边吼，因住教会附近足久啊，
总是因从来毋捌踏入去教会的围墙内面。因讲家己宗教信仰无共，教会是圣地吼，若是踏入去可能会冲煞，所以毋敢入去。总是即个松枝纪念馆起好了后，暗时啊电火点起来真水，附近的人感觉讲哦，这哪像公园啊吼，真轻松。然后佫看到这松枝纪念馆内面的设备、顶顶的采光，佫有装潢，感觉讲哇，这所在真广阔。然后主要就是轮椅甲囡仔车椅送会着当到的所在，拢毋免坐啥物电梯，也是无障碍斜坡行楼梯，拢总毋免。所以就开始有真侪人来甲教会照场所，有镇公所、吼苗栗县的就是县政府嘛来照，啊，佫有真侪公益团体，大家拢来照。因为大家拢安尼照，所以厝边就感觉这毋是教会，这是黎明活动中心，所以大家就真勇敢，就条道啊会接近教会，会来教会活动。这个松枝纪念馆阁会当互真侪人入来，所以大家拢真介意。然后若说迄间真古锥，迄间是阮本来会旧的礼拜堂，因为老旧的关系，所以安全考量，阮怎啊决定原地重建，期待一个新的礼拜堂会当有搁较侪的空间来服侍阮教会附近的住民。这已经办40外档啊吼，这是儿童营，然后即马阁有做到家长的部分，就是家长关怀成长团体家长讲座。然后我嘛进入国中甲高中咧做生命教育。阮教会吼，连70几岁的人拢游园咧甲国中生比谈咧开讲吼。然后，阮发现教会附近有真侪的囡仔幼儿，阮囝3岁，有10个甲伊差不多平岁囡仔；阮查某囝1岁，岁外啦，嘛有10个甲伊差不多2岁囡仔。然后，阁有不重复的10个囡仔是咧做早疗吼，就是因的行动也是讲话发展较慢的囡仔。所以，阮就看到讲，教会附近有真侪即款幼儿的需要，总是迄款的。政府所备办，互囡仔使用的场所，拢伫咧市区，到阮遐拢已经真远，大家拢无方便去啊。所以，阮就看到安尼教会会当开始做幼儿的部分，所以阮就开始一个幼儿主日学。然后参加的家长，因为幼儿来，爸母拢爱来，所以爸母就开始来接触信仰。然后，阮教会阁有70岁到100岁相亲团契吼。迄个红色穿红色外套，迄个长辈今年84岁，伊游园咧唱圣歌队咧献诗，没有缺席过。然后，迄个穿白色的，迄个长辈是100岁，上个礼拜生日，满100岁。我就发现讲，教会真正是一个陪伴人对0岁到100岁的所在。然后，阁有一群人是阮过去较歹接触到的人，因为因拢有家己真坚定的信仰。毋过，阮的教会所徛起的所在，就是草市吼，草的故乡。大甲草树其实是阮遐送过去吼。然后，阮就开始开一个社区的练草班，然后就真侪妇女，甚至是男生吼，会来学笑草，真趣味。因定定来上课的时，若是有一个人讲哦，我遮疼遐疼吼，然后第一句你定定会听到的话就是你有去烧惊无？总是阮嘛无伫迄个中间甲因纠正讲哦，你的教会爱讲正确的话，政治爱正确。阮敢若伫即个笑草班内面，伫开始的时带大家祈祷，然后结束的时祈祷。有时啊办聚餐的活动，大家听彼此的性命的故事。迄当阵啊，教会要开始起的时，因就讲啊，阮无啥物钱会当奉献吼，
毋过阮会当奉献阮的手艺，阮做一寡笑草的产品，互教会摕去义卖。迄当阵啊，拄开始嘛，毋知要卖啥物，结果上帝竟然感动一个信妈祖的人吼，来设计一个笑草的书签，个书签顶面有一个笑草，然后信妈祖的人竟然去抄圣经，然后会靠来教会甲我讲，传道你看吼，这你会当照安尼设计，然后摕去义卖，安尼人较会喜意。上帝做奇妙的工作，伫即个中间，从来毋知影竟然有人信妈祖会抄圣经，爱去查吼，然后伊抄落来，真趣味。阮教会的设计图是画即个款式吼，然后两边看起来就是真空旷的所在，后壁佫会当停车。这是去年12月时的相片。去年12月24日，阮教会是一个吊挂工程，要放去你厝顶。这工程真困难，因为伊8支螺丝，若是你有一支差1公分吼，迄工就无法度锁起啊。所以这个工程真久，阁真困难。然后这个建商因规家伙仔拢来啊，承包商规公司、全公司的人拢来啊。啊，阁因为吊足久的吼，所以厝边逐个拢走出来看，啊，逐个拢安尼咧看教会时个。迄天我感觉真感动，因为阮社区的真侪人拢来仰慕时个。迄天暗暝，阮就办一个点灯礼拜。迄天我心内真感动，因为迄个工程其实还未完工，工程围篱游完还未拆，内面还阁乱七八糟、乌糟糟。街仔路顶面，阮遐7点半，逐个门就拢揪落来，无人咧路诶行吼，甚至因厝内面若关暗暗，就准备要歇困。迄天诶感动是。上帝跟踮伫山骹的所在，毋过山骹这规个毋是讲山骹，就是这规个环境看起来就是一个黑暗的所在，嘛毋是一个准备好的所在，嘛毋是一个真清气的所在。总是上帝光就是照伫即款黑暗，甚至还未准备好、乱七八糟的所在。我发现迄个时机，互我的心。嘛得到一个望，因为我知影伫这黑暗的中间，上帝甲阮三个伫咧。神学家 David Trace 伊捌讲吼，宗教信仰上好的表现的方式，就是正做抵抗的力量。面对环境的歹，代表伊选择要转向上帝。头拄仔分享这个台湾康宁代理的董事长。伊嘛伫社会管理的顶面选择要转向上帝，来比伫上帝慈爱的实果下面，去对抗遐个歹。伫上帝公义的甲信息的中间，伊拢看见迄个歹，互上帝来杀倒，无法度搁起来。伫咱即个充满效率所带来歹甲道德弱势的环境的中间。咱由原受呼召来正做选择上帝慈爱甲公义的人。上帝呼召毋是讲真困难，亲像阿比拉罕去遐济岁，搁爱搬厝，或者是亲像约瑟安尼爱坐家。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呼召，就是当咱拄着看着环境的歹时，咱会当选择。转向上帝，因为咱毋是靠家己的光来照亮头前的道路，乃是对上帝的光来看见光。上帝的光毋是工具，毋是策略，毋是绩效，嘛毋单干那是一个答案。上帝的光是疼，是真理，是稳定的临在伫咱的中间。
愿咱拢会当伫上帝的旨意下面得着安息，伫上帝厝得着饱足，啉着快乐的河水。对伫上帝的光，咱会当看见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你对圣经的话语，互阮看起你的呼召，毋是真困难的大代志。若是当阮看到社会会凶恶的时，阮会当转向你，来挖靠你的信息甲慈爱。主，阮知影伫你的内面，阮才会当来看见光。对你的光的内面，阮才会当看见光。你的光要透过教会照亮伫山骹的所在，你的光嘛要透过教会照亮伫桃园教会的厝边的所在。你的光要透过教会照亮台湾这片土地，互阮真正伫你的内面看到主你恩典的临在，伫你的旨意下面得到安息，得到饱足，得到喜乐。对你的光，我要看见光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可以帮我即摆想要分享一个影片，是阮教会建堂的影片，然后我会分享几个真简单的见证。
长的过程中间，其实阮去无款的教会，差不多有8成到9成，拢是甲阮教会差不多大间的教会。阮教会50人，甚至阮去无款的教会有真济，拢比阮教会搁较弱小。因有时啊，拢会甲阮讲，阮遮人足少的，钱无济，恁莫来，囥奉献袋仔就好啊。毋过阮感觉建堂是一件真欢喜的代志，所以一定爱甲大家分享上帝的恩典。伫要来募款的中间，嘛有真济有经验的人会甲我分享，像恁教会遐细间，你也会记得去大间教会募款的时，面爱忧愁，然后爱讲阮教会真细间真可怜，请大家一定爱奉献帮助阮。总是我头拄仔讲啊，就是建堂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，所以我是来分享恩典的。其实一开始阮教会预备真正毋知要卖啥物，毋过就因为桃园教会听主的兄弟奉献有福丰交，互阮开始即个预备的工作。我感觉陈董事长伊真有智慧，伊讲教会建堂真重要，牧者爱坚固兄弟姊妹的灵性，毋过咱嘛爱顾上帝的殿，信心的殿就是咱的身体。所以咱对伊的产品拢真了解着，对头壳顾甲骹头夫，然后对外口顾甲内底吼，互身体健康。我真正互伊真感动。啊，我知影咱教会桃园教会对伊的产品有真济的认捌吼，所以我今仔日敢若有炸几项啊，恁可能较少看到的物件。毋过主要今仔日我嘛是分享一寡阮在地树草啊，还是客家的食物，大概搁有阮算是会友的家长吼种的菜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头拄仔分享的康宁代理的董事长，伊嘛奉献小熊维尼的餐盘互阮。伫咧旧年时，这小熊维尼餐盘，敢若阮教会甲百货公司会当买会着尔，其他所在买袂着，这是限量的，也真古锥。毋过我阁要分享的是，旧年咱知影全世界的经济有一个真大的震动，就是因为川普伊讲伊要调整关税。迄当阵啊是4月份，阮教会已经差几粒囡仔着要借款吼。结果伫咧川普喊关税迄天是台湾时间礼拜五，然后拜一咱的股市反应就是跌到谷底吼。毋过伫迄个拜一的暗暝，有一位兄弟伊敲电话互我，伊问讲山骹教会要建堂对无？我讲嘿。伊讲啊恁敢有想要借钱？我讲有咧。伊讲安尼恁这利息偌济？我讲2.2%，等于借1000万，一档爱还22万。伊讲哇，恁教会安尼负担真重吼，啊着毋通为着建堂的代志来影响着传福音的事工。伊讲，所以我有一个感动，想要无息借款互山骹教会。伊讲，要借偌济？我讲，我对钱无概念，因为我惊我讲伤少对伊歹势，讲伤济万伊摕袂出来吼。然后伊甲我讲，啊无安尼先借1000万，我讲好，感谢主。伊讲，即条钱毋免赶紧还。毋是照伊的进度来行，是照教会的进度豆豆仔行就好。重点毋通影响着教会传福音的事工。迄当阵我互伊即个真大的信心来感动，因为迄当阵全球的经济拢真混乱，无人会知影后一步是啥物。迄当阵全世界阁有真济所在咧战争，甚至人会讲台湾甲中国要战起来。伊讲豆豆仔害我想讲啊，袂要害的是4万箍变1箍，伊的钱拢变壁纸。总是上帝感动，就是遮尔啊奇妙。我头拄仔阁有分享讲，阮教会久长以来咧办囡仔甲青少年的活动，总是无看到啥物款的假实。毋过真奇妙，上帝互阮看到另外一款的假实，
是当阮教会开始咧建堂的时，有一天有一位教会捌陪伴过的囡仔，伊即马已经大汉，伊是一个真毋是一个真艰苦过的家庭的囡仔，食头路嘛无一定讲真顺利。总是看到教会咧建堂，有一天伊就摕2000箍去互阮教会老长老娘讲，阿无，这要互教会起厝。然后过2个月了后，伊阁摕3000箍去互阮教会老长老娘讲，阿无，这要互教会起礼拜堂。阮较知影讲，哇，原来过去阮的陪伴所结出来的假设，无一定是人伊直接入来教会，伊有可能是迄款好的品格，甚至是要回馈一个社会的工作内面，阮看到即个囡仔有一个感恩的心，阁有一个感恩的行动，所以阮互即个真就是小小的钱，我嘛受到真大的感动。阁来真趣味，就是咱拢知影灌浆的时阵，一定爱有养护工程，就是你灌浆落去了后5点钟，一定爱开始压水吼，然后隔工早起搁爱压水，安尼才会当，互你所起的厝较坚固，就是较袂老雨。毋过真趣味吼，阮教会灌浆5摆，灌落去了后5点钟，然后就开始落大雨，落过暝哦。我就知影讲，哇！上帝看顾，毋是干那伫金钱顶面，上帝嘛真正看顾伊的圣殿，甚至连水钱都拢省起来。这就是上帝极大的恩典。所以今仔日甲大家分享，就是建堂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，阁会当经历上帝的恩典。教会兄弟姊妹嘛，因为建堂信心豆豆啊，互上帝来建立，这是我感觉上水、上美好的见证，甲大家分享。阮即马是使用执照申请中，吼，上困难的关已经过去啊，应该是得要克着啊，吼，邀请大家继续为阮来祈祷，应该是今年年底就会当来参观阮的教会，阮教会有献堂的礼拜，嘛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，有闲来阮教会佚佗吼，多谢大家。回应信息第619首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。请起立吟选手。奉献，请张春燕、布基峰2位执事来施献。
起立，咱来吟奉献的诗。三甲来祈祷，疼痛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伫你的疼的内面，阮会当用分享来彼此相疼，见证你的疼。主啊，感谢你找肯山脚教会文宇牧师，因来分享因的见证的需要。伫你的疼的内底，阮也尽阮的奉，阮的力量，阮比用金钱来支持因的见证，用义卖来支持因的见证，互因的见证会当顺利，会求你帮赞因的教会，因为一个建物停车位的问题，成为一个县政府一寡耽误，求你开路，求你带领，因为你是大权能的上帝。求你帮助因会当顺利来通过这个建务的迄个执照，能够会当顺利来摕到，阮奉献淡薄的金钱来，互你的圣工来使用。求你祝福山脚教会因建堂的事工会当顺时，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。请坐。报告大生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。我读一遍，请兄弟读两遍。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于你，对你的光，阮看见光。诗篇第36篇第9节，请。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于你，对你的光，阮看见光。诗篇36篇第9节。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于你，对你的光，阮看见光。诗篇36篇5节。报告掀开周报第1页，第1页有本周甲下周侍奉的人员，阁有周间的聚会、主日学的聚会、教育部的课程，阁有小组聚会的时间，请大家参加。奉献的名册若有顶答的，请往办公室来更正。周报第3页，本主日咱欢迎山脚教会黄文如牧师来本会正道分享甲牧款。感谢牧师带来的信息甲见证，请为山脚教会建堂事工来代祷奉献。下主日咱要庆祝父亲节，两场的礼拜要做一场来做。伫上午9点半开始，请大家注意。阁要举行圣礼典甲圣餐食，请兄姐备万心来领受。8月份，咱要请张伯君长老、阁任珍妮、甲黄腾宇两位执事来同值，爱麻烦伊。行政部会中昼12点半伫6楼办公室召开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教育部的会议嘛是后礼拜中昼12点半9楼召开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小会公告：咱2026年的临时合会中职的选举，请在职的会员爱伫礼拜堂外领取中职的选票，还未领的麻烦伫
先来领，然后伫即个8月9号中昼12点半进前，爱甲即个选票放伫咱4楼外口的即个投票箱内底。教会消息：成人情绪成长团体即个课程开课吼，若有兴趣的人，麻烦来去办公室来报名参加。啊，阁有对怀疑到相信吼，嘛是请大家来参考。教会消息、教改消息。平安7月节的音乐会，嘛是请大家来参考，时间是伫9月5号拜六的下晡2点半到5点。咱即届有请到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跟新竹科学园区合唱团。若有兴趣的兄弟姊妹，爱往办公室免费会当来摕票。其他的消息有桃园互助社的礼感聚会，要伫8月2号中昼12点半伫701教室来召开，请礼感社出席参加。下面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咱爱多谢咱过去咱中间84过实学生世杰以及有去到山脚教会服侍了后，佮转来咱的教会咱用祈祷、甲代祷、甲奉献的心，欢迎因也求上帝特别扶持，甲山脚教会作为基地。咱佮一遍拍鼓来多谢因伫咱中间所以到厝内使，咱欢迎咱大家将遮个因摕来义卖啦，买互走啦吼，莫互因搁早转去。愿上帝帮咱，山脚教会真正有上帝特别的祝福。第二项补充报告是爱多谢过去3礼拜内底，咱教会有侪青少年以及音乐营会同工伫这个所在的服侍，一直到顶礼拜。嘛爱多谢咱真侪人有替我祈祷，因为拄好比顶礼拜开始确实有一个较严重的感冒。所以到即摆搁小可，咱也听我的声音，搁小可听会出来。所以多谢侪人有替我祈祷。即摆有渐渐好势，总是上帝嘛帮咱扶持，会当互家嫂。我小可搁会家嫂吼。所以请咱大家互相嘛，伫这个时间内底，咱会当互相有请安。咱会多谢咱伫过去以来。特别是这段时间，咱的厨房吼有真侪用心甲陪伴，逐工会中昼顿甲暗顿，因拢会传互遮个少年家来食。伫背后点点咧支持整个的夜会的推展，所以咱用拍鼓声来多谢咱6楼的。多谢吼，足足有3礼拜久的时间，所以因这段时间有真着活，所以咱逐摆经过6楼吼，请大人讲多谢吼，爱特别大人讲多谢。愿上帝帮咱扶持，互咱的教会伫经过7月份的这营队了后，咱有愿咱的青年以及咱的教会会当拿永续，愿上帝帮咱扶持。祝福车肯，信息第400首，信息第400首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。请起立吟全首，吟刷请黄文如牧师祝祷。我
咱做伙祈祷。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，对你的光，我要看见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电乐绿岛。平安礼，行平安礼，请互相请安。耶稣疼你，愿你平安。